台中一间私立的中学，用学校所种的芳草来做成饼甲精油，二买所得超过20万，全部捐予疫情指挥中心。指挥官陈时中真感动，特别到学校感谢师生。伊讲本地要把这个钱捐予国家卫生研究院来开发疫苗，但是国卫院的院长国家捐转去予学校，而且加码阁捐5万块，要予学校来买新的设备。学生看到阿中部长甲学校欢喜甲袂顾哩。看到卫福部长陈时中出现，学生都真欢喜，有人唱歌欢迎伊。还有人伫票椅顶悬写部长辛苦啊！陈时中行到底，学生就跟到底。陈时中这2天拢伫台中，这天是来到台中私立丰文中学，伊先看到校园内底芳草园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伫疫情期间，甲这种的芳草做饼和精油，二买卖到20万520块，当时是捐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。很感动，所以看到我们青年人，对社会。一样有这样的爱心，那有机会应该来这边看看。陈时中讲，本来钱是要对中央疫情指挥中心，搁捐予国卫院研发疫苗，但是讨论了后，决定搁捐回予学校。他们觉得说不应该用这笔钱，所以他们就反捐给我们学校，有2项设备真空的一个干燥机啦，还有萃取机。不过学校设备算算要23万块，国卫院长牛经基知影了后，搁加码5万，和陈时中搁学校寄付，全校师生拢热烈欢迎因。看到部长，那亲像看到明星同款，非常欢喜。